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23，旧历的11月初9，礼拜三。互咱台湾收253天的零本土病例，第一章破公路。确诊的本土病例是一个30外岁广达集团的女员工，是进前为着病毒的纽西兰技术的亲密的接触者。当然，这位纽西兰的技术将做台湾本土感染的破空。虽然中营航空马上来发出声明，讲违规调查若是属实，就会甲开除。也毋过，也是引发着网友的不满，讲中营航空的动作实在伤慢，哪会无要求机师爱挂喙罨呢？所以这个内部的管理冇疏失。另外，本地指挥官陈时中讲，因为伊是机师，所以无挂喙罨，无人敢甲讲安怎。也毋过，技术工会讲，其实组员拢甲讲哦，讲爱挂喙罨，嘛有写报告互公司。也毋过，中营航空敢若也是拢无处罚。因为他是机长，所以就没有人劝他了。同飞的组员有向这一位技师提出劝阻，这位技师他并没有听从这个劝阻。之后的话，组员回来之后也有填写跟公司填写的报告，但是那已经是飞行之后的。但是造成本土感染的长荣航空纽西兰籍机师是在2月12号就执勤，当时就有员工通报他不戴口罩，但公司似乎是迟迟没有动作。技术工会甚至发表声明，认为讲这个纽西兰的技术真唱手。另外，这个代志发生后，中央讲这个调查后，若确定讲是事实，会甲开除。真侪网友无认同，嘛攻占中央的面子。讲的公司出来负责本来真忠实的会员，讲要将卡片加掉啊，嘛问讲是安怎无处分，质疑这个中央的卡手伤顺。3月19号一直实施到现在，总共机组员执行了大概约54000人次啊，那总共呢发生了23件的这个违规的事件。针对这个代志1个前，中营航空并无回应，因为除了这摆技术的代志以外，顶一摆嘛几位空服人员伫检疫期间选出去，虽然大部分开人品会了被开除，外界难免会怀疑讲，这个公司敢有法度好好管制员工，因为这若管制无好，就惊讲咱的防疫网会破空。